下一位係李廣宇議員，唔該。多謝主席。根據局方嘅文件第3段同埋第9段講咧，全港現時係約有11萬個分間單位，咁亦都截至2026年3月25號5點鐘啦嚇。專責小組咧係收到超過848份相關嘅一啲樓宇單位嘅登記申請啊，涉及超過3400個分間單位。簡樸房條例啱啱先生效啦，咁我相信未來咧應該有好多唔同嘅申請啦、執法啊、檢控啊，同埋一啲解說嘅工作啦，所以係確實係需要呢一個專責嘅首長級限時嘅人員嘅統籌嚇。開始呢個職位呢，我係表示支持嘅。咁啊，劏房居民呢係社會中比較需要協助嘅團體。文件嘅第10段亦都提出咗啦，房屋局咧會透過6支嘅區域服務隊去協助呢啲受影響嘅分間單位嘅住戶喺佢私人市場度啦，去尋找一啲嘅住所。咁我想問一問咧，就係截至目前啦，其實呢6支嘅服務隊咧，總共接獲咗幾多個個案啦？成功協助佢哋去搬遷或者獲得去妥善安置嘅數目有幾多啦？當局會唔會考慮呢個服務隊去定呢個KPI 俾佢哋，從而去進一步提升翻服務效率或者係支援嘅成效嘅咧嚇？多謝主席。好啊，唔該。相關嘅個案數字唔該。好啊，多謝主席。我哋呢6支嘅區域服務隊咧，其實都唔係今年先至成立嘅。其實我哋喺2022年嘅時候，當時我哋有一條係劏房租管條例嘅通過咗嗰條條例之後咧，呢6隊嘅區域服務隊咧就係幫我哋主責去做一啲宣傳工作啦。咁但係當然啦，嚟到今時今日啦，我哋係有一個新嘅簡樸房制度咧，佢嘅工作性質咧，我哋就幫佢有啲嘅轉型咗啦，就係話咧要幫我哋去推動呢個講簡樸房嘅制度啦。照顧租戶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嚟嘅，或者俾翻啲數字議員參考啦。咁喺上一個財政年度24-25年嘅時候咧，佢哋呢6隊區域服務隊咧，其實喺地區上咧都派咗超過28萬份嗰啲宣傳單張嘅。咁2526咧就有245000多份啦。咁至於探訪住戶咧，佢哋都有我哋 set 咗啲 KPI 俾佢嘅，每年咧係唔少過1000次嘅。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哋亦都做多過呢個數目嘅嚇。喺24-25年佢係做到1600幾啦。咁25-26年度咧做到7580左右。咁呢個具體啲嘅例子咧，議員可能喺報章上早前咧都睇過話，深水埗有一棟大廈咧係即係個業主希望啲租客會遷出啦咁當時咧，我哋即時咧就派遣咗個區域服務隊落去，係拍晒所有130幾個單位嘅門。咁最後而家其實大部分嘅住戶咧都已經有佢哋嘅住宿嘅安排。咁有一啲係去咗過渡性房屋啦，有啲咧就去咗民政處佢哋嘅希華大廈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區域服務隊其實真正佢係一方面佢恆常會做到一啲宣傳功夫咧，派宣傳單張做街站，但係當有一啲個別個案發生嘅時候咧，佢哋嘅反應都會好快。怡華大廈呢個 case 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咁嚟緊呢，我哋相信咧陸續都可能有唔同類型嘅情況咧出現嘅。咁我哋呢6隊嘅區域服務隊咧，其實已經係完全準備就緒咧，就係一聽到一啲咁嘅情況，即刻去做一啲嘅動作啦、工作啦。同一時間，我哋亦都係要呢6隊區域服務隊咧，做一啲情報嘅功夫嘅。佢會喺佢嘅區嗰度去做翻啲洗樓，睇翻到底會唔會有啲業主諗住真係要做改裝啦？有冇啲居民係需要搬遷呢？咁呢個亦都佢哋會主動出擊嘅咯。咁方方面面其實我哋一路落實個簡樸房制度嘅時候，我哋會睇住有邊啲工作係需要加強。咁亦都歡迎議員啦。如果你哋聽到有啲咩有啲消息或者係有啲咩建議呢，我哋係好歡迎大家同我哋分享翻。咁我哋希望做得更好咯。所以成功協助搬遷呢個數字就唔係其中嘅 KPI。呢個我哋就冇特別去 keep 呢個數嘅，但係我哋睇到就係真正例如怡華嗰個大廈個 case 其實有都有一啲數目嘅人士係申請咗入咗過渡性房屋㗎啦，咁樣咁都係佢哋幫助到。咁但係一個個案未必係真係全面嘅數字 keep 到咯嚇。好。